台南市议会百花齐放，伫个结束展览，原本预定24、25两天开放民众免费来索取，想袂到伫个开放第一天，就吸引真侪民众，时间还未到就人排队。为了公平起见，议会人员佮派人宣导，民众只用个选伫个家己介意的花草进行来等待。我觉得还很漂亮，还值得。有些明年还会开花的，好好照顾的话，应该可以欣赏好几年。来遮吼，有看到哦，足侪咱的个台南市的市民一起来参加吼，做热烈，感谢你，谢谢。那你今天选择的花卉大概是？我今天选的花是双喜藤，然后是属于那个木科植物的，现在要开始了，好，我们要开始，谢谢。议长郭信良表示，因为这届的百花齐放展览花种非常的丰富，虽然展期结束，不过真侪花也开得真水，因此开放民众免费来索取。县市合并满10周年呢，这个百花齐放的活动将来要告一段落。那台南市议会呢，欢迎所有台南市民，包括机关团体来踊跃索取。那有将近2万株的花草能够分享给所有台南市民，将这花草的力量的延伸到每个的家庭。那因为我们的器具有限，所以欢迎所有台南市民要来索取的话，尽量能够带个铲子，还有花盆、小花盆来自行的装置。如果机关团体就不受数量的影响，那个人的话，原则上就以10株为限。9点半一到，上万丛的花草，原本议会预定开放2天免费来索取，不过因为索取的民众实在真踊跃，侪民众家己自备纸箱啊、花卡加小铲子。无到1点钟，上万丛的花草就被民众索取一空。议会嘛紧急伫个官网加脸书来呼吁，希望民众莫阁前来，以免白走一逝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